下快醒醒啊！陛下快醒醒啊！醒醒！陛下！陛下！陛下！醒醒呀！醒醒吧！让我去！让他出来！陛下，今天要是不破银子，老夫就血溅金銮殿，以死了！李首府，万万不可呀！你要是真的撞死了，那大钱就真的完了。昏君，吵死了！谁啊？一大早的看古装戏，能不能把声音关小点儿？狗昏君，大钱要败在你的手上了！谁？谁骂我？哪个狗昏君？这龙袍，这龙椅，我操！我不是在做梦，我穿越了。狗昏君骂的是我。最强昏君系统绑定成功，当前大钱国运99999如日中天。宿主任务：败坏国运，每败坏100点，奖励修为1年。国破之日即是宿主飞升成仙之时。成仙？成仙哪有当皇帝爽？后宫3000，行掌天下权，这是所有男人的终极梦想啊！不过，就算我成为千古一帝，大钱再强盛，也难逃若有冻死骨的宿命。看来凡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，唯有飞升成仙，才能让这天下永享太平。陛下，既然你醒了，赶快下圣旨拨银300万，支援北境啊！不然老夫死不瞑目啊！请陛下拨银。吵死了！一大早就在这哭丧，晦气！不就是几个蛮族吗？让他们打进来看一看咱们繁华的大钱不好吗？没准儿，人家是来旅游的呢。啊！我决定了，哪怕背负千古骂名，哪怕成为一个遗臭万年的昏君，这大钱的国运我败定了。想拨钱不可能的，拨了钱打了胜仗，那大钱的国运岂不是更强了？那我就没机会成仙喽。陛下，蛮族生性残暴，所过之处那是寸草不生啊！那就让他寸草不生。朕的国库是用来修园子、选秀女的，哪有闲钱拨给那几个丘巴？这钱朕一分不给。昏君，昏君呐！贤弟啊，你睁开眼看看吧，大钱要亡在这个败家子的手里。你今天要是不拨银，这内阁首辅我就不当了。哎呀，首辅不可呀！大钱不能没有李首辅啊！还请陛下快点挽留首辅大人吧！还有这种好事儿？这老头一看就是一个大忠臣，他要是走了，那我岂不是随便做了？真的，李爱卿，说话算话啊！你要走，不反悔。朕，哎，准了，朕准了。小刀子，哎，奴才在。哎，快去帮李大人收拾行李，备最好的马车送他出城，一定要看着他离开京城。千万别帮他返回来！啊！哎呀，陛下圣明啊！李芳那个老邓仗着自己是3朝元老，对陛下是指手画脚啊！奴才早就看他不爽了，早就应该让他滚蛋了。哎呀，小德子，朕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会说话呀？瞧瞧你这个蛮不讲理、落井下石的小劲儿啊！你简直就是天生的栋梁之才。现陛下谬赞，奴才只是心疼陛下呀。赏，朕要重重的赏你。传旨，赏小德子黄金100两。你以后啊就跟着我混，你想欺负谁就欺负谁。你这样，我提一杯。谢主隆恩，奴才愿为陛下肝脑涂地呀！宿主宠信奸佞，赏罚不明，大钱国运减500，当前国运99499。恭喜宿主获得奖励5年京城内力。看看，这就降了500，还白白送了5年的修为。看来朕的这条路是选对了，只要朕身边全是这样的奸臣，何愁大钱不亡？
何愁不能飞升啊？只是这李芳走了，首府的位置空了出来，朕得找个接盘侠呀。陛下，吏部尚书王大人乃是两把进士，门生旧故是遍布天下，不如就让他……不行，此人德高望重，怕是会跟朕唱反调。那人一看面相就精得像猴一样，万一是个能臣可怎么办？朕要找一个贪得无厌、没啥本事，只会被人戳脊梁骨的废物。哎呀，这样的极品可太难找了。有了，朕的老丈人，礼部尚书林建成。当官不发财，请我都不来。反正大钱这艘破船迟早要翻，我等他沉之前，我拼命的捞好棺材本，到时候带着婉儿跑去江南做我的富家翁。老爷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出大事了啊！是不是大理寺发现我贪污的事儿了？快，后门备马车，我要去乡下避一避。不是查账，是宫里的事儿。宫里什么事儿？这陛下把李首府给罢免了，这李首府气的辞官归故里了，这连夜坐车就跑了。李芳走了？对啊，李芳可是3朝元老啊，陛下连他都给赶走了。哎，那陛下这是杀红眼了，要清理朝堂，可没有李芳在前面挡着，下一个挨刀的不就是我这个国丈了吗？李芳这个老东西，这平日里总揪着我贪污的破事不放，走了倒也好。只要我继续装孙子，我不露头，这火就烧不到我身上了。走了好，走了就没人管咱们了。管家，去把那个难得糊涂的牌匾擦亮，以后这就是咱们林家的家训。是。圣旨到，宣礼部尚书林建成即刻进宫面圣。老爷，您保重身体啊！完了，怕什么来什么。这李芳前脚刚走，后脚就让我进宫，这陛下是觉着光赶走一个首府还不过瘾，要拿我一个外戚祭旗，杀鸡儆猴。老爷，赶紧进宫吧！快！去把咱们家那个纯净的官衣给我包上，还有地契都拿着快去。若是陛下要真杀我的话，他要杀我，我就把家产都献上去。希望陛下看在我女儿的面子上，能饶我这条狗命。来人呐，快给我更衣进宫吧！陛下。臣林建成参见陛下。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哎呀，岳父啊，这没外人，别整这些虚的。来，岳父，李芳那个老顽固走了，大贤首辅之位，朕思来想去，只有你能做首辅。哎呀，陛下不是要杀我，是要让我当首辅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朕知道，朝里的那些人看不上你，都说你是靠裙带关系上位，平时只会写经诗、拍马屁。陛下，臣是真无能。放屁！那是他们眼瞎。朕心里清楚，你这叫大智若愚，叫藏拙。陛下，臣真没藏。没想到吧？我就是看中了你的无能，让你当首辅，就好像让哈士奇当了警犬，肯定能把我大钱拆个底儿朝天。为了能让朕早日成仙，普度众生，这拆家的重任还得你来呀。岳父啊，朕暗中观察过你，你才是我大钱真正的栋梁之才啊！栋梁？完了！陛下这是在捧杀我呀！完了！陛下，你越是夸我，我这脖子就越凉飕飕的呢。朕让你当首辅，就一个要求。陛下，你说，只要不杀头，怎么都行。别管什么祖宗家训，别管百姓死活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怎么爽怎么来。如果有人反对，朕给你撑腰。听，这是人话吗？不管百姓死活，想怎么来怎么来，这不……
哎，我明白了。陛下，你只是想用我，却怕我像李芳那样伟大不掉。你需要的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孤臣。只要我拼命的去谈，去得罪人，把我的名声搞臭，嘿嘿，你就对我放心了，是吧？啊，陛下，臣懂了。懂了？快大人，赶紧去贪污，赶紧去乱政。不出3年，大钱如果不亡的话，我跟你姓。臣定当放开手脚去贪，去享受，绝不给陛下省1分钱，也不给百姓留1条活路，哪怕被千夫所指，臣也要做陛下最听话的那条狗。好，就是这样，我看好你，去吧。稳了，这老头一看就是个背锅的好苗子，大钱要完。臣妾参见陛下。这女儿怎么不随爹啊？整得这么好看。婉儿，朕准备下旨，让你爹当首辅，以后这大钱就是咱们的夫妻店。陛下，家父无才，恐怕前朝的事儿朕说了算，这后宫的事儿，朕现在就要办。陛下，这大白天的，白天不干坏事，那还叫昏君吗？丁，宿主白日宣淫，大钱国运减300。万岁！平身，谢陛下。哟，这不是林国丈吗？这头上戴了首辅的帽子，感觉就像那么回事儿。不知道满朝文武有几个福气呀？就是靠着裙带关系上位，简直不知廉耻。一群穷酸错打，你们懂什么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？等老子捞够了钱，买下半个江南，我馋死你了！打起来，把狗脑子打出来才好。陛下，北境军情紧急，既然林大人如今是首辅，那这300万两军费的烂摊子，是不是该由林大人来解决了？赵大人说的对，户部现在可是连耗子都饿死了。林大人既然有通天之能，何不变点银子出来啊？哎呀，好你个赵德柱啊！我刚上任，你就想给我上眼药是吗？想看我笑话？好，你不想让我好过了，大家钱袋子都别要了。赵大人，国库真没钱了？林首辅，您这话说的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。没钱就是没钱，您就是杀了我也没钱。李爱卿，既然这户部没钱，那也没办法，不如咱们不给军费。陛下，臣有一计，既然国库空虚，那就让诸位大臣们众筹嘛。啊？众筹？没错，陛下。臣听闻诸位大人平日里是省吃俭用，那一定是攒了不少的私房钱呢。如今为了我大钱，为了陛下，各位大人把自己的家底拿出来意思意思，不过分吧？啊？捐，林大人，我等两袖清风，哪来的钱捐呢？哼！陛下，臣记得陛下跟臣说，无论臣做什么事情，陛下都支持臣，对吗？你想干嘛？强行逼捐？好啊，这可是得罪全天下读书人的事儿。作，你越作朕越高兴。对，随便走，出了事儿朕扛着。哎，有陛下这句话，我可就放心了。赵德柱，你们家那几尊玉佛，我可是演唱好久了。嘿嘿，好，
殿前武士何在？末将在。把这帮穷鬼给我围起来！赵大人，家里没钱是吧？我看你是不记事儿啊！来呀，给赵大人送送片儿，让他好好回忆回忆，给我打！你这如何是？林建成，你敢？那朝廷2品大员，你敢动用私刑？陛下救我！我操！直接动手，太残暴了，太野蛮了，简直就是流氓之国！我喜欢。打，给朕狠狠的打！我看谁敢拦着！林建成，你不得好死！我是两朝元老。赵大人呐，想没想起来家里有没有钱呢？要还想不起来，还得继续打呀！打死了算工伤。我家里还有5万两，不要打了。5万两？哎呦，你在户部任职了10年，南城的铺子已经收了12间了，还有杨柳巷养了个小妾，头上戴的可是东珠啊！区区5万两，打发叫花子呢！给我继续打，往死里打！是吧？我出10万两。哎，多少？听不见呢。80万两，是我全部的家底儿。来停！80万两！哎，你这个老东西，果然是富得流油啊你！敢捐80万两，那抄他家就能抄出120万两。回头让他把40万两现银送到我的府上去，其他的再入库，这一波血赚！哎，记下来，赵大人心系国难，自愿捐款80万两，实乃我大前朝百官的楷模。赵大人被逼捐80万两，这么多，不这就晕了？不扛打呀！来人，拉出去！别把这金銮殿的地儿给弄脏了。哎呀，真惨！这位大人，哪位还觉得自己是两袖清风的？来，站出来！本少我免费给他做一个全身按摩。太爽了，这才是我想要的恐怖统治，宁臣当道。这个林建成平时把自己装得像个人一样，没想到骨子里这么坏，这简直就是上天赐给我的败国神器呀！宿主纵容奸臣，殴打朝廷命官，施行暴政，朝堂人心惶惶。大前国运减800，当前国运98399。恭喜宿主获得奖励8年精纯内力，金刚不坏肾。哦，金刚不坏肾。看来今晚我要去后宫好好加个班了。切！谁在想我？陛下，经过臣与百官的友好协商，使百官们幡然悔悟，共计捐银500万两。多少？500万两，比军费还多出200万两，还多了200万两。嘿嘿。我操！我让你去搞破坏，你真把钱给搞来了。有了这笔钱，北京的仗不就又能打了吗？林大人，你可真是太能干了。谢陛下夸奖，臣这都是跟陛下学的。哎呀，陛下果然高兴啊！我赌对了。哎呀，陛下就喜欢这种简单粗暴的流氓手段。只要能搞来钱，什么名声不名声的。我这首辅的位置坐稳了，坐稳了，坐稳了。行，既然钱凑够了，那就送往北京吧。没事，冷静。就算有了钱，也不一定能打赢。我只要派一个大贪官去送钱，半路把钱飘没，前线一样会崩。等一下，这个押送军银的人，朕要好好斟酌斟酌。必须要选一个靠谱的人。刚才得罪了满朝文武，
这京城怕是待不下去了。待不下去了，这说不准被人家套麻袋、大闷棍呢。那我应该多到北京去好一些啊。这路途遥远的，你说这损耗个7、8、9成，没人查得出来。哎，查不出来，查不出来。陛下，臣愿意亲自前往北京押送军粮，顺带替陛下慰问三军。真的？林大人要亲自前往前线？妙啊！这简直就是妙蛙种子吃了妙脆角，进了米奇妙妙屋。这一路山高皇帝远，500万两军银，先坍塌个7成，路上再损耗2成，到了北京最多就剩下1成。岳父大才，陛下万万不可！那可是500万两救命的银子，那可是北京10万儿郎的血汗钱呐！这林大人他平日里贪慕成性，雁过拔毛，让他去送粮草，那岂不是偷羊入虎口？陛下，刘大人说的对，林建成就是个无底洞。若他去，那500万两银子入了北京，还能剩下1成吗？哎呀，你们2个老东西是真有眼光啊！1成，哎，你们太小看我的胃口了吧？经过我的手，我能把装银子的箱子留下来，那就是我发善心了。哼！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陛下，我操！连兵部侍郎都说这钱到了北京只能剩下1成，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。这2个老东西果然懂行，这差事非岳父莫属。放肆！反了你们了！朕的岳父岂是你们可以污蔑的？陛下，闭嘴！天天就知道在这哭穷卖惨，朕看你们就是嫉妒林爱卿的才华，嫉妒她是朕的心腹。来人，把这2个老东西给我拖出去，扒了他们的官服，贬为庶人，永世不得录用。昏君啊！我大前300年基业毁于一旦。兄弟呀，老臣陪你来了。林建成，你个奸贼，大前必亡于你手。宿主残害忠良，免敕兵部尚书与御史大夫自毁长城，大前国运减2000，当前国运96399。恭喜宿主获得奖励：1、20年京传内力；2、绝世身法凌波微步，方便宿主国过时跑路。爽，太爽了！一下扣2000，还赶走了2个碍事的忠臣，既保住了岳父大人贪污的机会，还获得了奖励，这波简直赢麻了。岳父，朕为了能让你去温暖，送钱，把一切障碍都开了。现在没人能阻碍你为国争光了吧？我都做到这份上了，你要不去摊个底儿朝天，对得起朕吗？陛下厚爱，臣不按死难报，臣一定把这温暖送到蛮族的心坎儿里去。准了，林爱卿听旨，朕命你为钦差大臣，即刻押运军粮前往北京。臣领旨。陛下，你好坏啊！陛下，来喝酒。好酒，美人在怀，这才是帝王该有的生活。陛下，您都好久没上朝了，那些大臣在宫殿外等着呢。上朝？上什么朝？林首府在前线忙碌，朕在这后宫操劳，大家都辛苦得很。算算日子，岳父把这500万两应该已经挥霍光了吧？蛮族大军可能都快进城了，还剩个屁的吵！老子要好好享受一下这最后的凡人时光。酒。陛下，那咱们就不管那些大臣了。不管，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。朕现在
就想好好管一管你们两个小妖精。陛下，您轻点儿。朕来了。宿主沉迷美色，视国事若儿戏，大前国运减600，当前国运95799。陛下，前线已经整整10天没有消息传回了。10天，北境苦寒，粮草断绝10日，那就是死路一条啊！林大人，恐怕都卷款潜逃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蛮族大军肯定已经突破了防线。探子回报，京城以北300里外已经发现可疑骑兵啊！10天没消息，300里外发现骑兵，稳了，彻底稳了。岳父果然没让我失望，这办事效率杠杠的。慌什么？朕相信林首府，他绝对不会让朕失望的。都这个时候了，陛下还相信李建成的狗贼，昏君误国呀！让！哎呀，这什么破地儿啊！都是你，把本校的官靴都给弄脏了，这可是陛下御赐的。大人，前线就是这样的。我有钱，给我买。走，走。把城里所有红色的绸缎都给我买下来，铺在地上。我要让蛮族大汉看看我大钱遍地是锦绣。拿绸缎铺路，这也太败家了吧！废什么话，铺！给我铺出十里红妆的效果来。你往前走，我这是迎接贵客，懂不懂什么叫大国风范？马上铺，马上就铺。停！练什么练？那是蛮族，那是在马背上长大的。你们就练这么几天，打得过他们吗？把刀子给我扔了！大人，不练兵如何打仗？谁说我是来打仗的？我是来求和的啊！叫几个兄弟，一会儿把我带回来的银子全都给我融了。融了啊！融了之后啊，给我铸一个3丈高高凌风陛下的神像啊，然后给我摆在阵地的最前面。大人，这是为何呀？我要让蛮族一看到陛下那个威严，拿头就拜，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快去办吧！啊，等会儿，谁要敢偷工减料，我把他的脑袋砍了。你们这些大钱怂包，现在来求爷爷我的话，我们带些人畜回去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哎，蛮族大哥，别杀我呀！钱都在这儿了，都在这儿了。这地上铺的红绸啊，是给你们擦马蹄用的。这个神像是让你拿回去当摆件的。我呢是来投降，不，是来交朋友的。交朋友。好你个大钱狗贼！竟敢一个人来应战啊！是不把我们蛮族放在眼里吗？老子这就跟你单挑！单挑？不是，我这，哎！这干啥呀？王八蛋，竟敢给老子使诈！哎呀，没有啊，我没使。这个金刀也是给您的礼物，你看好看吧？老子要是能出来，一定要将你抽筋扒皮！汉人游击俘虏了咱们的可汗，兄弟们，给我冲！你们这帮蛮子，你们大汗已经被我给俘虏了。哎，你们还敢造次啊？都看见没？这就是本相的丝绸线马阵和神像光明阵，有埋伏！都给我冲！一个都不许放跑！陛下，这下是彻底完了。要不您还是从密道逃走了吧？为什么要跑？朕乃天子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朕就在这里等着，蛮子要来，便让他们来。来吧，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！来了，蛮子杀进金銮殿了！蛮子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快来弄死我！陛下，
大捷啊！哦，啥？你说啥？大捷？是，北京大捷啊，陛下！林丞相布下奇阵，用丝绸滑倒战马，用金身闪瞎敌眼，蛮族大军全军覆没。哎呀，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谁赢了？回陛下，是我大前赢了。林丞相率军在边境迎头痛击蛮族先锋铁骑，斩首3000，俘获蛮族左贤王。蛮族大军后撤30里，左贤王被抓了。是，可是大功啊！据说左贤王是被闪到了双眼，从马上摔下来，被我军生擒的。这他妈是打仗还是耍杂技呀？叮！大前首战告捷，军威大振，大前国运加2000，当前国运98399。恭喜宿主，您的昏君之路遭遇重大挫折，请不要气馁，再接再厉。这都要气死了！500万两，那是朕用来败家的500万两啊！怎么就换回来一个左贤王？我要这破王有什么用？能吃吗？哎，走。陛下，此乃天助大前，林首府真乃是神人也。陛下慧眼识珠，实乃千古一帝啊！实乃千古一帝啊！别，求你们了，别说了，朕头疼。陛下，林首府回京复命，正在殿外等候。宣，快宣！朕要亲口问问他，这仗是他们怎么打的？宣林首府觐见。这下稳了，我既保住了小命，又立了不世之功，陛下肯定会对我刮目相看。陛下，臣林建成幸不辱命，活捉蛮族亲王，扬我大前国威，请陛下检阅。林建成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还有脸说幸不辱命？陛下，臣赢了。赢了！赢？你管这叫赢？朕问你，那500万两呢？花了，全都花了。臣买了丝绸，还铸了一尊陛下的神像。你也知道花光了500万两，你只给我换了一个左贤王回来。你算过账没有？那是500万两，平均下来，左贤王身上一根毛都值几百两。他是金子做的吗？这账还能这么算呀？还有。谁让你用丝绸铺路的？啊？丝绸是干嘛用的？那是用来穿的。你铺在地上让马踩，你是想告知全天下我大前人傻钱多吗？不是臣从来没想过这。求陛下恕罪啊！现在好了，全天下都知道我大前打仗靠的是撒钱，以后这些将士去给我学织布、学雕刻。你这是乱了军心，坏了国本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不是立了功了吗？怎么听陛下这意思，我好像还成了千古罪人？虽然这次让他瞎猫碰上死耗子赢了，但看他这副德行，依然是个不可多得的败家奇才。这次敢花500万两，下次为了保命他就敢卖国，这种人才还得留着用。行了，你起来吧。这件事儿虽然办得荒唐，但也算误打误撞为我大前立了一功。朕可以不罚你，但绝不能赏你。谢陛下不杀之恩。你给我滚回家，好好反省一下，想想怎么把这个亏本的生意给我赚回来。是，微臣告退。这赢了呀！明明是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这气死我了！爹，他们这也太欺负人了。好歹来说，你也是生擒左贤王，击退蛮族，这可是多少武官一辈子求之不得的荣耀啊！陛下不赏赐也就算了，还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骂你，骂得跟孙子一样，简直是昏君！住口！你想害死全家吗？你敢议论陛下昏庸？那怎么了？这500万两算是花了，但是花在打仗上了。陛下只是算经济账，不算这政治账，不是昏君那是什么？儿啊，
你还是太年轻了。开始的时候，我跟你一样，也觉得自己委屈，我也觉得陛下不识好歹。但是啊，陛下虽然年轻，心思深沉似海，为了扶我上位，先是逼走了李芳，接着又罢免了兵部尚书，这样一位手段狠辣的帝王，他怎么会为了区区500万两银子当众失态呢？这里边一定有深意。深意？他能有什么深意啊？不就是心疼钱吗？哼！你好好想想，陛下最后说什么了？陛下说让您滚回去反省，好好想想怎么把这亏本的买卖赚回来。对了，亏本的买卖，陛下这是在点醒我。点醒您啊，儿啊，你用脑子好好想想。为父是礼部尚书出身，现在呢，内阁首辅，文官之首吧。我这次去北京干的什么呀？我带兵打仗，这是武将的活儿。那怎么了？您能者多劳啊！自古以来，文官掌兵那是大忌。这次我携大胜而归，现在声望如日中天吧。如果陛下再赏我，封王拜相，满朝文武怎么看我？那些勋贵怎么看我？哦，爹，您的意思是，陛下这是在保护我？陛下当众骂我，这是要淡化我的军功，这样我就不会成为威胁皇权的权臣。这叫明贬暗保，这叫帝王心术。哦，陛下居然如此良苦用心呐！而且不止如此，陛下还想让我知道，像我这种人不应该去干打仗这种危险的事情。陛下真正看重的是我搞钱的能力。搞钱的能力啊？没错，陛下是要让我知道以后不要碰兵权这种烫手的山芋，我就踏踏实实给陛下管好钱袋子，给大钱好好的赚银子，这才是正道。陛下把我当自己人，当心腹，才肯这么骂我的呀！哎，陛下，微臣愚钝呐，差点误解了陛下的一番苦心。您为了保全臣，不惜自污名声，装作昏庸爱财的样子呀！陛下，臣万死难报天恩呐！爹，那咱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当然是听陛下的话，搞钱！搞钱？祥瑞，又是祥瑞！这些大臣们是闲得慌吗？这那国运都快涨停板了，他们还在歌颂功德。陛下，这国泰民安乃是盛世之兆。盛世个屁！朕要的是乱世，是亡国。小德子，朕要你找的那个败家人才，你到底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这人一定符合您的要求。此人叫陈富白，人称陈疯子。疯子？有多疯？此人是工部侍郎的儿子，家财万贯，可是他无心仕途，也不考科举，整天就喜欢研究一些奇技淫巧。为了造一只会下蛋的母鸡，他把祖宅都给卖了，现在满大街的在流浪，和狗在抢饭吃呢。为了造一个木鸡，把万贯家财都赔光了。千真万确，奴才看见他拿着图纸在街上在嘿嘿嘿的傻笑，而且还说要把太阳给射下来当灯泡。他妈的，人才啊！能把家败光，就能把国败光。这种视金钱如粪土的精神，正是朕需要的。小德子，快学他进宫，朕要重用他。让开，都让开，别挡住飞天神剑！陛下，陛下快看，这就是我的毕生心血，只要给他喂上煤炭，他就能带人飞上天。各位大人，请睁大你们的双眼，
这就是能即将改变大前国运的伟大发明——全自动陆地飞机。不用给它喂米，也不用给它喂水，只要有人推，它就能跑。这不就是加了轮子的木头疙瘩，还要人推？可不是嘛！放肆！哪里来的疯子，拿一堆破烂来戏弄君王？来人呐，给我插出去，乱棍打死！是，失败了，我又失败了。但这说明我的方向是对的，只要给我10万两，不，50万两，我一定能造出不炸的鸡。还要钱？去，拖下去！天才啊！这他妈绝壁是天才，造个破木头架子都能炸，还要人推，这纯纯的亏本买卖。朕必须投他。慢着，我看谁敢动朕的梦想合伙人。陛下，您信我？信，朕太信了。啊，不是，刚才那个炸裂的瞬间，你让朕看到了未来。这项目我投了。陛下，投什么？当然是投资，不仅要投，还要追加投资。柴青，朕给你拨银100万两，你给朕敞开了造。100万两，谢陛下。陛下，您对草民太好了。草民发誓要把每一文钱都花在刀刃上，草民要用最好的材料，把每一颗钉子都镀上金，绝不让陛下失望。好啊，朕要的就是你这种态度，要的就是你这种极致的工匠精神。哎，听听，连螺丝都要镀金，这觉悟，这败家能力，简直是无敌。这波又稳了。陛下不可呀！军械间乃是国之重地，刀枪剑戟皆出于此，怎可交给一个疯子呀？你们懂个屁！这叫不拘一格降人才。就是这样，去吧，尽情去挥霍朕的江山吧。第一，宿主重用疯癫匠人，挥霍国库100万两，视军国大事为儿戏，大前国运减1000。恭喜宿主获得奖励10年京城内力。嘿嘿嘿，这就获得了10年内力。陈副白啊，陈副白，你真是朕的大福星啊！爹，你一直看着破图干嘛呀？那陈疯子就是个骗子，陛下也是被猪油蒙了心，居然给了他100万两。你说这钱要是给了咱们，闭嘴！真以为陛下疯了？那不是吗？哼，那只鸡都炸炸了才好，炸了说明有威力。你好好想想，陛下什么人？那千古一帝呀，怎么可能随便把100万两给一个废物呢？陛下的意思是，你看这只鸡，它现在是木头做，可是陈副白他说什么了？他要用重金打造，他要镀金，那他败家呀！肤浅！陛下，这是要借陈副白的手打造一个大钱的秘密武器。你好好想想，他要不是一只鸡呢？这如果是一个移动的堡垒呢？它要是个铁做的呢？铁鸡？哎，对了，铁鸡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呐。陛下这时把陈副白当幌子，他要打造一款碾压蛮族的新式武器。哦，而且这里边油水也太大了。你想造一只木鸡能花几个钱呢？这造铁鸡才烧钱吧？铁要钱吧？煤要钱吧？人工要钱吧？我要插手进去，把这只鸡变成铁公鸡。哎，那军械界的钱哗的进我口袋了。不行，这泼天的富贵可不能让陈副白一个人给独吞了，我得去帮帮他。爹，您懂造鸡吗？我当然不会造鸡了，可是我能搞钱呢。来人，备车，去军械界。不行呀，
木头太脆了，一推就炸。哪怕镀了金也还是脆啊！这要是造出来，陛下会失望的呀。林大人，陈大人呐，还在为这个鸡发愁呢。大人，您来的正好。您剑都试过，快帮我想一想，这木头它不结实呀。木头当然不结实了。陈大人，你好好想想，这陛下给了你100万两银子，那是造神器的呀。那神物岂能用凡木啊？那用什么？铁。铁不行，铁太重了，鸡飞不起来啊。谁说一定要飞起来了呀？你好好想一想，打造这么一只全铁的鸡，身上长满了刺，横冲直撞，谁能挡得住？铁甲战鸡。怎么了？这块云铁太硬了，我2个胳膊都要断了。你别说鸡翅膀了，连个鸡毛都砸不出来。这可怎么办呀？造不出翅膀，它就不叫飞天神鸡了，这不就成了走地鸡了吗？砸不动好啊，砸不动就得延期，延期就得加钱。这些工匠多砸1天，我就可以多报1天工钱和伙食费，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呀！陈大人，稍安勿躁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这人力砸不动，咱们能不能想想其他的办法呢？还有什么办法呀？除非有天神下凡，用巨灵神锤来砸。这巨灵神锤啊，我们肯定是请不来的啊。那我们能不能自己造一个呢？陈大人，你是发明家，你想一想啊，这人力总有穷尽之时，但这天地之力无穷无尽呐。天地之力，这外面就是护城河，那河水奔流不息，力大无穷。咱们能不能借用一下水力呢？水力？水车，杠杆。大锤有了！我要造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家伙。我要引水入渠，推动巨型水轮，带动万斤重的大铁锤，一下子就能把这铁板砸成泥。万斤重，这得有多少铁？挖多宽的水渠，造多大的水轮呢？很大很大，非常大。恐怕要把半个军械界拆了重建，还要把护城河改道。大人，这工程也太大了，起码要耗银10万两啊！10万两算什么？只要给陛下造出神机，那是几10万两也得花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修水渠、改河道，这全是大工程啊！工程越大，油水越多。再往土里边掺点沙子，木头给它换成竹子，这一进一出就是5万两啊！陈富白呀，陈富白，你真是我的活财神呐！陈大人，放手去干，钱的问题都包在我身上，我这就回去给你批条子，不够再加。大人，你就是我们大钱科学界的恩人呐！为了大钱，这水渠开挖费预算是5000两，咱们实报3万两。3万两。巨型水轮木材，这个石花是2000两，实报就1万两。1万。工人的工资呢是1天10文，实报100文。你看，这钱不就哗哗都进咱们钱包了吗？爹，这是不是有点太黑了呀？这陛下要是查起来怎么办？查什么查？陛下要的是贵，要的是排场。我这是在帮陛下花钱呢。你看，我造这么大的工程，我这是在帮陛下花钱呢。陛下看我做了这么大的工程，多高兴啊！而且我也和陛下分账嘛，28分账，我拿8，陛下拿2，陛下到时候还得感谢我呢。哦，对了，还得再加一项神锤开光费。你说造这么大一个锤子，那不得请几个道士念念经啊、祈祈福啊，对吧？
这个钱可不能省啊。5000两。爹，确实高，实在是高啊！儿啊，好好学吧。什么忠臣不忠臣？越是当忠臣，那小命越是不保。咱们要当的是功臣。陛下让咱们造贵的东西，咱们就使劲造，声势搞得大大的，钱花的多多的，那陛下对咱们才放心。越是让陛下觉得咱们贪得无厌，这项上人头啊才长得稳。哎呀，还得是爹呀！陛下，你看臣多听话呀，多听话呀！臣一定把这军械监搞得是乌烟瘴气。乌烟瘴气，只要您开心，只要您高兴，臣就算背负着千古罪臣的骂名，又如何呢？又如何？陛下，林太师和陈富白在军械监闹出了大动静啊！听他们说要改修护城河道，还要建什么通天水渠，光预算就追加了20万两啊！20万两？我操！这才几天呢，不愧是朕的岳父，这败家的效率也太高了吧！陛下，家父此次是不是做得太过了？这又是修水渠，又是改河道的，臣妾担心，这也太劳民伤财了。这样下去会动摇国之根本，惹得天怒人怨。婉儿啊，你这就错怪岳父大人了。什么叫劳民伤财？这叫拉动内需，大兴土木。你想想，这些工匠啊、民夫啊，是不是就有活干了，有饭吃了？嘿嘿嘿嘿，你最好把国库给我修空，把这些民夫给我累跑，最好一番民变。岳父啊岳父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可是家父此次的手笔是不是太大了些啊？臣妾听闻坊间有些议论，说军械监的账目似有不实之处。婉儿，你想想，这么大的工程，没点油水，谁肯拼命给咱们干？所以朕不但不怪他，还要给他颁发一个奖状。陛下，臣妾是担心，若是此风一长，朝廷上下皆以奢靡为荣，国库……哎呀，奢靡怎么了？我大钱就是有钱，就是任性。岳父大人这是为朕花钱消灾，他只有把钱花出去，朕的心里才踏实。陛下，您对家父未免也太宽纵了吧？我对岳父宽纵，那还不是因为爱屋及乌？谁让他生了你这么好的女儿呢？婉儿，这朝廷上的事儿有岳父替朕分忧，这后宫的事儿是不是该轮到你为朕分忧了？陛下，这是大白天，而且小德子还在。小德子马上滚，马上就滚。宿主沉迷后宫，白日宣淫，大钱国运减200。这动静够大，排场够足。陈大人，这水轮真能带动万斤巨锤吗？林大人，只要支点找得好，地球都能翘起来，何况小小的铁锤啊！大人，咱们这水渠挖的是不是太宽了，把旁边的农田都给淹了？淹了就赔钱，咱们有的是钱。为了造出这铁基，淹几亩地算什么？嘿嘿嘿，赔钱好啊，赔偿款里又能捞一笔。各就各位，放水，启动神锤。这么大一个锤子，这一下地不得抖3抖啊！哎呦，走！地震了！呼叫！呼叫！
够劲儿，够劲儿啊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别下！小等等，是不是哪塌了？没有塌，没有塌，是军械间传来的动静。军械间？怎么回事？陈富白陈大人呐，说要造一个什么水力大铁锤，目的是要给铁骑做翅膀。这一锤下去，半个京城都在抖动啊！这么大的买卖，是不是要费很多钱？哎呀，光这个水渠就花了20万两啊！好，砸得好啊！这一锤下去，砸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呐！这么大的工程，这么大的噪音，肯定扰，肯定费钱，继续砸，把朕的国库砸空。陛下！继续奏乐，继续砸，这声音比仙乐还动听，快去！铁基要硬，要硬，我觉得铁肯定不行，要加料。哎，可不能加，这炉子要炸了呀！滚开！你懂什么？科学就是要大胆的尝试。我说大人，这味道怎么这么呛啊？不会有毒吧？没有毒，这就是神铁诞生的味道啊！快，出炉，上大锤！出炉！这就成了？这看着怎么像废铁呀？这黑不溜秋的，一点也不亮。可能是火候过了些。咱们花了那么多钱，就弄了个这么个玩意儿，这要让陛下知道了，那不得治咱们一个欺君之罪呀！哎，大人先别急，咱们试试。说是神铁，肯定有神的地方。是，怎么是啊？大人，借您的宝剑一用。不是你干什么？那可是我传家的宝剑呢。那虽然没有开刃，那也是百炼钢而成啊。就用它砍这块铁。如果铁上有印子，就算我输。好，砍就砍啊！砍坏我宝剑，你10个都不够赔的。断了！都断了！这可是我花重金打造的绝世好剑呐，这怎么会断呢？我不信，再来！神铁啊！连宝剑都砍不动。是啊，这硬度，这简直是这也太来啊！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我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。上方宝剑都断了，如果把它做成盔甲，那岂不是刀枪不入？这是无价之宝啊！这要是卖……不，如果用它装备大钱的军队，那岂不是横扫天下？是啊，这如果装备到军队了，这下真的是发财了。哎呀，陈疯子，你立了大功啊！陛下，林建成身为内阁首辅，不思报国，反而勾结疯子陈富白，在军械间大兴土木，挥霍无度，修水渠、造水车，炼废铁，短短数日，耗银20万两。此等祸国殃民之举，人神共愤，请陛下严惩啊！
臣附议，林首府把京城护河都给截留了，京城百姓苦不堪言呐。臣也附议，那水利大锤日夜轰鸣，震得整个京城都不安宁啊，连太庙的牌位也震坏了，此乃不祥之兆啊！是，臣附议。好，好，好，骂得好啊！骂得越狠，说明岳父败家败得越彻底。听听，听听，连太庙的牌位都被震坏了，这得多大个工程啊！如果再加一把火，最好让这帮老顽固直接气死在朕的大殿上。诸位爱卿，稍安勿躁，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林首府是朕的肱骨之臣，他这么做，说不定有他的道理呢。陛下，他能有什么道理呀？他就是在贪污，他就是在败家，他是在毁大钱的名声啊！王大人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是不能乱说的。说我贪污，证据呢？说我费钱，你可知道我花了20万两，我换来了什么吗？你换来了什么？你换来的是堆废铁，你换来了百姓的骂声啊！这是，肤浅，太肤浅了。王大人，你们只看到了第1层。哼，我告诉你，陛下他已经都看到了5层了。呸！陛下，臣之所以大兴土木，那是因为响应陛下的号召；臣之所以日夜炼铁，那是因为臣要给大钱打造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。哦，利刃？朕听说你炼出了一堆废渣。陛下，那都是凡人的眼光，臣炼的可不是什么废渣呀，臣炼的那是神物啊！陛下请看，这便是臣千锤百炼所得的大钱神钢。神钢，就这不就是一个没烧透的一个生铁吗？林首府，你是不是把大家的智商都按在地上摩擦呀？就是老糊涂，就造出这么个东西，林首府，你这生意做的可真是精啊！我还以为是个 iPad， 岳父，你真是个人才，拿着废铁说神钢。这指鹿为马的本事，朕都自愧不如啊！首府啊，这东西看起来确实有点朴实无华。陛下，这神物啊，它自慧。您别看这块钢，它其貌不扬，可是它坚硬无比，刀枪不入啊！刀枪不入，林首府，你这牛皮吹破了，可是要补的。补？用不着，诸位大人是不是不信呢？我可以当场验货，请陛下准许金甲侍卫上殿，用御赐宝刀试试臣手里这块神钢。好，好，好，朕准了，快选金甲侍卫，选金甲侍卫觐见。快砍，快砍！一刀下去，这废铁一定2半。到时候岳父当众出丑，肯定被百官喷死。朕在包庇他，还不把这些忠臣气得当场造反？林首府，这御赐宝刀可是削铁如泥的利器，待会儿要是把你这个神钢砍成2截了，你可别哭啊！哭？一会儿指不准谁哭呢。哎，这位侍卫大哥，别客气啊，用足劲儿，给我使劲砍！来，看看。呀！我操！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御赐宝刀断了，会这样？连御赐宝刀都能不断，这还是铁吗？难不成是合金钢？这帮蠢材竟然炼出了合金钢！陛下，请看。去！诸位大人，谁还说我手中这块是废铁呀？来，这就是我大钱神钢，有了它，大钱将士都会刀枪不入，横扫六合。
第一，大前军工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，研制出特种合金钢，军威大振。大前国运加5000，当前国运103399。警告：宿主离成仙越来越远了。造孽啊！怎么又涨了？王大人，刚刚你说我这块石头是什么？废铁？费钱的东西？说呀，说！你刚才弹劾老夫的时候，你说的不挺欢的吗？哎，你现在大声告诉我这是什么？是神钢。哎，我听不见呢，这耳朵怎么了？哎，有可能是被水力大锤给震聋了。什么？是神钢！林首府造出了神钢，是下官有眼无珠，下官知道错了。还有谁说老夫是铺张浪费呀？还有谁说老夫是祸国殃民？还是林首府高义，首府乃国之栋梁，我等惭愧呀！首府忍辱负重，为大前打造神器，实乃吾辈之楷模呀！没错，我就是为大前效劳，我就是国之栋梁。你们这帮只会动嘴皮子的清流，哎，你们懂什么叫实干兴邦吗？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以后看到我之后，都把腰给我弯下去。耶！妈的，又被他装到了！这个老东西运气怎么这么好？随便练一练就能练出合金钢来，就让这些忠臣们情何以堪？忠臣殚精竭虑，不如蠢人的灵机一动。这个世道还有什么天理？陛下，天佑大前，有了这神钢，只要装备我大前将士，何愁蛮族不灭，何愁天下不平？请陛下下旨，命军械监全力生产，换装全军。请陛下下旨，换装全军，横扫六合。你们有病啊！还换装全军，那还了得？如果真让大前的军队装备了这玩意儿，那战斗力还不爆表？那蛮族还打个屁呀！那我什么时候能亡国？放心，朕一定会把这神钢给你们处理掉。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你们只看到了它的硬度，却没有看到它的本质。这黑不溜秋的东西，表面毫无光泽，一看就是杂质太多的废铁。万一上了战场，一碰就碎怎么办？陛下，刚才御赐宝刀都断了，这神钢也没碎呀。对，那是运气，运气懂吗？还有，这么硬的铁肯定很重，船身上怎么跑？怎么去追击敌人？这不是给咱们的士兵增加负担吗？哎呀，陛下，其实啊，这个东西它很轻的，真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我说它重就重，我说它是废铁，它就是废铁。只要我咬死不松口，谁敢反驳？我是昏君，我怕谁？另外，咱们大前是礼仪之邦，怎么能用这个凶器去欺负人家蛮族呢？我们要以德服人。陛下，蛮族狼子野心，咱跟他们讲什么德呢？不说德说什么？讲生意吗？哎，对呀，这决定了，这些废铁咱们用不上，那就卖给蛮族吧。陛下，卖给蛮族？这是资敌呀！什么资敌？这叫商业战。你们想，蛮族缺铁，咱们把没用的铁高价卖给他们，既赚了他们的钱，掏空他们的家底，又能让他们认为获得了神兵利器，从此骄傲自大。就骄兵必败了吧？这逻辑好像哪里不对呀！哎呀，确实有点不对啊。高，陛下实在是高啊！把神铁卖给蛮族，让蛮族掏空家底来买，等他们装备了神兵利器以后，发现自己连饭都吃不起了，那还打个屁的仗啊！这简直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啊！而且开了户市以后，我的油水还会少吗？陛下圣明，臣等愚笨，差点误了陛下的大计。这废铁的确该卖给蛮族，而且要大卖特卖。臣这就去呼市安排，将这神铁将这废铁通通卖给蛮族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！还是林首府深知朕心。
去吧。哎，记得啊，一定要把价给朕定得高高的，别让人家蛮族觉得咱们大钱的东西不值钱。臣领旨。只要蛮族拿到了这些神钢，武装了军队，战斗力一定翻倍。到时候他打进来，我要看看这些忠臣们怎么哭。钱要完，稳了，稳了。宿主倒卖战略物资资助敌国，意图养虎为患，大钱国运减3000。恭喜宿主获得30年京城内力。扣了，终于扣了3000点。要不，快拿去卖，把蛮族武装到牙齿。朕在这里等着他们打进来。陛下真是用人如神。之前满朝文武都以为林首府是个只会贪财享乐的纨绔子弟，没想到他竟先击退了蛮族，后又练出了神钢，果然是深藏不露。陛下英明。你不懂，朕在下一盘大棋。你不懂，朕在下一盘大棋。大棋。这神钢虽然卖出去了，可朕这心里还是没底。你说这蛮族如果拿了神钢不去打仗，反而回去种田，可怎么办？那朕的，那朕的商业版图岂不就没有办法展开了？不行啊，就和岳父一个人自由发挥，这太危险了。这个老家伙运气太好，总是能误打误撞的办成一些好事儿。我得派个人盯着他，派一个真正的搅屎棍去给他捣乱。小德子，奴才在。朕记得你入宫之前是一个泼皮无赖，最擅长偷鸡摸狗，颠倒是非。哎呀，陛下呀，那都是奴才以前的事情了，奴才早就洗心革面了。改什么正？朕就喜欢你这股机灵劲儿。你想一想，这历朝历代哪一个英明神武的君王身边没有一个权倾朝野、能为皇上分忧的大太监？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啊。这就对了，太监监军，那真的是，那是制衡权臣的标配嘛。你想啊，林首府功高震主，当然朕不是不信他，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嘛。奴才明白。没错，让小德子去监军，名义上是制衡，实际上是专门给岳父拖后腿、使绊子。岳父想往东，他就偏往西；岳父想赚钱，他就想赔钱。真是不敢想象，这两个卧龙凤雏在一起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。小德子，朕要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，朕命你为监军太监，即刻启程，去边境找林首府。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给朕盯好他，让他别太操劳，急死我了。哎呀，陛下，奴才也能当监军了。当然了，你不但要当，还要给朕当出名堂。你要给朕把好关，林首府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，你多问问，多拦着点儿。毕竟你是代表朕去的，谁如果不服的话，就把朕的尚方宝剑拿出来吓唬他，要让他们知道这大钱还是朕说了算。陛下，奴才全明白，陛下是信任咱家呀。陛下你放心，我一定替陛下看好这个场子，我一定不让那个林首府一家独大，我一定把边境治理的服服帖帖的呀。好，朕看好你。记得，你是带着朕的期望去的，你一定要把这碗水给朕端平了。放心吧，陛下，小德子去了。去。哎，哎呀，这波应该稳了吧？有小德子这个搅屎棍，岳父，就算你有通天的本事，也得给你搅黄。陛下，这事儿谈完了，是不是该谈谈咱们的事儿了？咱们的事儿？咱们有什么事儿啊？哼！哦，朕想起来了，朕还没有给爱妃好好检查一下身体呢。
钱呢？哎呀，这都是钱呐！陈大人，你觉得咱们把这些神钢造成什么东西卖给蛮族最赚钱呢？当然是刀剑、盔甲。蛮族人好战，有了这些神兵利器，他们肯定愿意出高价买啊。俗，太俗了。那刀剑、盔甲有几个人买？咱们要卖，那就要卖那种人人都需要，然后买回去坏了还得再买的消耗品。消耗品？神钢这么硬，怎么消耗啊？锅，咱们造锅。锅？用神钢来造锅？陈大人，你想啊，蛮族人缺铁，他们煮肉用的都是陶罐，煮得慢，还容易摔碎。换这神钢锅那就不一样，导热快，摔不烂。你看，背在后边它还能挡箭，这叫什么？军民两用，刚需。林大人，这可是削铁如泥的神钢，你用它来造锅，这是对科学的侮辱。哎呦，陈大人，格局打开啊！陛下让我们卖废铁，怎么啊？我们就把这神钢直接卖给蛮族吗？那卖给他们，让他们造成兵器来攻打我们大钱，那大钱不就危险了？可是我们把它做成锅，卖给蛮族，蛮族总不能拿着锅上战场。另外，我告诉你，一口锅我卖它10只羊，怎么样？比刀剑值钱吧？另外，他们如果想把这锅做成兵器，是不是得熔掉、重铸啊？这是不是等于给他们制造了技术壁垒？哎呀，老夫太聪明了，我都佩服我自己了。好像是有点道理。可是怎么做？简单呢，烧水力大锤呀。让他们把这些神钢全都砸成锅的形状。对了，一定要薄，要圆，要看着就高贵。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大钱神锅。来，给我放！这么好的钢劲儿用来砸锅，这锅要是炒菜，别说菜没熟了，铲子就先断了。来了，锅来了，小心点，老板。哎呀，轻点，弧度要圆润，边缘要光滑，这是要卖给蛮族贵族的奢侈品。都听着啊，给我加快速度制造，1万口锅，3日之内就得给我做出来。这边境湖市马上就要开了，那些蛮子们还等着咱们去抢他们的银子呢！这一口锅卖10只羊，1万口那就是10万只羊呢。10万只羊那得换多少银子呢？发财了，彻底发财了！陛下，你就等着数钱吧。听听，这就是银子的声音呐！陈大人，赶快安排人手，把这些货装车运往边境。我要让这帮蛮族都知道什么是我大钱制造。大家干一干了啊！刚出炉的包子，大家干一干了！哎呀，让一让！轻点啊，铁锅啊！看住！我装一下。林少府，这就是你说的大生意。等了这么半天，一个鬼影都没有。我看呀，这锅只砸你手上了。公公，你急什么呀？这好饭不怕晚，好锅不怕没人买啊！蛮子们现在都不识货。哎呦，还识货？你看看这黑不溜秋的铁锅啊，一个你还卖10只羊，你咋不去抢呢？我看呀，您是给陛下丢人呢。卖不出去才好，卖不出去，我能向陛下告他。到时候告他一个办事不力，告他一个乱用国帑，到时候陛下一定会奖励于我呀。
喂，孩子，你这是卖什么的？黑乎乎的，这是盾牌吗？哦，这位客官，你的眼神好好哦。哎，这就是盾牌，它也是锅，这是我们大钱最新研发的大钱神锅哟。锅呀！啊，我们草原虽然穷，但是也不缺锅呀。嘿嘿嘿，你这锅这么薄，恐怕也经不住马蹄子踩吧？哎，多少钱？哎呦，10只羊或者1匹战马哦。你疯了吧？10只羊可以买10口大陶罐了。孩人，你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！林首府，你看，你这生意要黄吗？我看不如1只羊换10口锅。哎，客官，慢走慢走，来，你是不相信是吧？不相信，我们试一试。如果试了说我这锅不值，我把这些锅全都送给你。怎么试？用你腰间这把刀，用全力给我砍它！砍！砍坏了算谁的？砍坏了算我的。如果砍不坏，哎，你就得买我10口锅。啊，砍坏了可别怪我。那看，来，都看看啊！哎呀，这是玩真的呀！啊！这不好啊！这不好啊！哎，这位蛮族兄弟，怎么样？看，值不值？值不值啊？值是这样不？来，大家都看一看啊！哎，我是天哪，这是山铁吧？我的刀可是百炼钢啊，我可薄了！哎呀，这太值了！我有500只羊，我要买50口。不，我要买100口锅啊！背在身上比盾牌好使啊！哎，好说啊！咱们是一手交羊，一手交锅哦。哎，将军大人来，赶快数羊子啊！林首府，这才一会儿就卖了500只羊啊！哎呀，哎，我有金沙，我要买20口，我要给我的卫队，我的每人配1口。我有1匹汗血宝马，换你100口锅，你不换我就抢了。我先来的，我这是左贤王的小舅子，先卖给我。快给我吧！来，你不有奖，我先要了啊！给我排队！我们大钱是礼仪之邦，卖东西得守我们的规矩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谁要插队，我1口锅也不卖给他。还有刚刚那个，我告诉你，信不信我拿锅把你的宝马给砸烂了？哎，快！排队，这都是我的啊！我先来哎，林首府，这都多少年了，咱们发财了！哎呀，我说公公啊，你可得把这些钱都数好，这是陛下的大生意，要是少1文钱，咱们都吃罪不起哦。陛下的钱，谁要是敢来拦陛下的财路，咱家就与他拼命！哎，这他妈都搞破坏，这个他妈的比抢钱还快呀！跟着林首府混，果然有肉吃。我要是把这些带回去给陛下，陛下不得封我一个9000岁当当啊！算日子，小德子应该已经到边境了。这神钢卖出去也有几天了，蛮族有了神钢，肯定是在厉兵秣马，应该也快打进来了。到时候我大钱的军队一触即溃，朕就可以亡国成仙了。哎，想想还有点小激动。陛下，大喜呀！陛下，喜从何来？是不是蛮族打进来了？还是林首府让蛮族给抓了？陛下，这蛮族打进来，这是喜事吗？还有林首府被抓，这不是国难吗？陛下，朕的意思是，朕在考验林首府的忠诚。对，考验。蛮族打进来就是给林首府立功的机会，这难道不是喜事吗？哦，原来如此啊！陛下圣明。快说，什么喜事？是钱，好多的钱呢！陛下，林首府和小德子公公派人送回来的急报，
说是咱们第一批的神锅已经全卖出去了，换回了战马5000匹，牛羊10万头，黄金20万两呢。多少？20万两黄金。陛下，林首府说了，这还只是第一批。蛮族为了买咱们的锅，连部落里的图腾金像都给熔了。现在整个草原上都在疯狂放牧，就是为了赚钱买咱们的锅呀。买锅？啊？买锅干什么？他们不打仗了吗？打仗？陛下，林首府说了，现在草原上都在放牧，忙着赚钱买锅，都卖给咱们了。就算是想打，也追不上啊，不是？完了！哎，陛下，全他妈完了！朕的自立大计变成经济掠夺。陛下，你给我滚！哎，滚！哎！林建成，你个老六，朕让你去资敌，不是让你去搞气球。你把蛮族的战马都买进来，他们拿什么打仗啊？还有你个小德子，朕让你去搞破坏，你他妈去帮忙数钱，你们两个合着会演我是吗？宿主利用商业手段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大前国威远扬，大前国运加5000。警告，宿主离城县越来越远了，请再接再厉。闭嘴，滚！朕不想听，朕想静静。好过，好铁！汉人真是蠢到家了，居然把这神铁制成的锅卖给我们！这汉人实在太狡猾了，一口锅就要我们10只羊，我们部落的羊都快卖光了，再这么买下去，我们的族人就要饿死了。是啊，大汗，长生天示警，过度贪婪必招致灾祸。现在部落里为了买锅，连祭祀用的金器都熔了，这是不祥之兆啊！放屁！什么灾祸？没有神兵利器才是最大的灾祸。你看这口锅，如果把它化开，制成兵器，分发给我的军队，到时候别说10头羊，整个大前都是我们的牧场。可是这铁锅太硬了，我们的炉子根本化不开它。化不开，那就加火加人，把全族的铁匠都找来，我就不信化不开一口锅。传我命令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全力买锅，把战马都卖了，反正到时候练出了神兵，随时都可以抢回来。汉人今天的贪婪，就是他们明天的催命符，谁敢阻拦，就是叛徒，杀无赦！大汗英明！等着吧，等我神兵大军练成之日，就是大前灭亡之时。哎呀！这样，多亏你在这儿坐镇，所以我们这次这么的顺利。回到京城以后，我一定在陛下面前给你请功。哎呀，哪里，都是首府运筹帷幄，咱家这是个跑腿儿的。哎，林师傅，这货都卖完了，这蛮子怎么还在排队啊？要不让陈大人再赶制一批呀？不着急啊！越是买不到，他才越想买啊！最后这价钱就能炒得高高的了。这叫饥饿营销。哎，高！林首府，陈大人，你怎么追到边境来了？好消息，我在造锅的时候，发现这神钢还有一个特性。如果把它拉成丝变成网，那就是刀枪不入的软猬甲。哎呀，软猬甲呀，这可是好东西呀！这要是卖给大钱的富商，哦哟！哎，林师傅，卖给富商才几个钱呢？要卖就卖给那些南疆的贵族和大汗们。咱们就说穿了这个甲能够长生不老，一价卖他1000只羊。
对，监军大人，你真是厉害，这招智商税收得好。陈大人，就这么定了，我们不造锅了，我们造软猬甲。得嘞，我这就去造。陛下，陛下，大喜呀，大喜！陛下，户部刚刚清点了林首府送来的物资，国库已经装不下了。臣建议扩建国库，或者再修几个行宫，把钱花用啊。装不下了，那就扔了吧。陛下真幽默，臣以为既然咱们有这么多钱了，不如给边关的将士涨涨军饷，再给京城百姓发点福利，这可是千古未有的盛世啊！陛下圣明，大钱盛世，万国来朝。大钱国库充盈，民心所向，万国来朝。大钱国运加8000，当前国运116399。恭喜宿主，您的治国才能已超越太祖，距离成仙只有一点点距离啦！盛世，这不要盛世，这要的是乱世啊！谁能来救救朕？哪怕来个刺客也好啊！报！陛下，蛮族大汗派使团进京了。使团是不是来宣战的？快宣！不是宣战。使团说感念陛下赐国之恩，特来进贡，还说想嫁一位蛮族公主，永结秦晋之好。蛮族臣服，边境稳固，大钱国运加1万，当前国运126399。宿主已达成千古一帝成就，请继续努力，争取统一全球。造孽啊！该死，事情怎么会走到这一步？陛下这是急火攻心，气血上涌，需要静养，请莫再受刺激了。陛下，您操劳国事，也要保护龙体啊。朕没事儿，朕只是想静静。小云子，奴才在。蛮族使团现在何处？回陛下，那蛮族使团现已安置在红楼寺当中。那蛮族公主听说长得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呀。皇上，您要不见见？见，朕必须要见。朕不仅要见，还要……这机会不就来了吗？蛮族的公主来和亲，只要我当众羞辱她一番，蛮族的大汗一定会暴怒，到时候两国交恶，战争一触即发，这简直就是亡国的捷径。小云子，在，传朕旨意，今晚在保和殿设宴，款待这些蛮族使臣，朕要亲自验货。是，陛下，您身体……朕的身体朕自己知道，扶朕起来，朕还能再战500年。这就是大钱的皇宫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嘛。公主切莫轻举妄动啊！大汗说了，此次和亲是假，探听虚实是真。那大钱的皇帝深不可测，咱们得小心着点。深不可测，哼！我看他就是个贪财好色的昏君。听说他还卖锅给我们。公主啊，这锅确实好用啊！闭嘴！今晚宴会，我就要找机会干掉这个狗皇帝。只要他一死，大钱必隆，到时候富含的大军便可长驱直入。八王爷到！八王爷，他来干什么？八王爷，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呐！公主殿下实在是女中豪杰呀！方才我在门外听到公主的豪言壮语，真是让人钦佩呀！你是谁？你在偷听？我乃大钱皇族的八王爷高齐。公主放心，我不是来抓你的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你是大钱的王爷，为什么要帮我杀你的皇帝呢？皇帝？哼，这昏君也配！
他重用奸臣，祸乱朝纲，大钱迟早要毁到他的手里。我这次来也是为了大钱的江山社稷，只要公主肯杀了这昏君，我保证大钱和蛮族永结盟好，并且割让边境的13城作为谢礼。13城？你说话算话？绝无戏言。今日晚宴我安排好了一切，只要公主一动手，我的死士就会制造混乱，掩护公主撤退。好，为了草原，死又何妨？今晚就是那个昏君的死期。来，请，敬您一杯，痛快。来，再敬张大人一杯。李大人，请上。哎，好。哟，这小人长得可真带劲儿，看这眼神这么凶，一看就是个暴脾气。好，真喜欢。一会儿再稍微调戏一下他，他肯定翻脸。到时候，来接着喝。你都不知道，我那些锅卖了呀，那满族人头都打破了。我这留了一个最好的，一会儿啊，我就把它献给陛下。林首府功不可没呀。八王爷，这大钱盛世，那多亏了咱们陛下英明。林首府也是功不可没。我听说林首府在边境卖锅，挣的是盆满钵满。哪里，都是我为国分忧，顺便这点辛苦费。哼，昏君，你现在笑得越开心，待会儿死的就越惨。等你一死，这大钱的江山，这满朝的文武，还有你身边的美人，统统都是本王的。今晚就是你的断头饭。大前皇帝，我是草原的女儿阿史那云，听闻大前皇帝文武双全，今日特来请教。哦，你想怎么请教？我想请皇帝陛下看我舞剑。好剑，够劲儿！朕就喜欢你这种带刺的玫瑰。快刺过来！你以为朕不知道你想行刺？朕那几10年精纯内力是白送的吗？只要你敢刺，朕就敢顺势倒下。到时候两国交战，大钱要完，完美。陛下，看剑！臣给陛下献锅。就差1寸呢！李建成，你个老六，你早不钻晚不钻，偏偏这个时候钻出来，你到底是来护驾的，还是来克朕的？败事不足，成事有余。朕的亡国大业就毁在你这个破锅上了！你。好，太刺激了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面礼吗？朕喜欢。这昏君竟然面不改色，难道他早就看出了我的意图？刚才那个胖子也是他安排的？媚人儿，舞跳得不错，但是剑太危险。来，朕教你另外一种运动。放开我，你这个昏君！昏君，骂得好啊！朕就是昏君，今晚你就留下来，朕让你好好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昏君。刺杀不成没关系，朕还有 B 计划。
骂吧，反抗吧，你越反抗，朕越要把你关起来。到时候你爹肯定会为了救你发兵攻打大前，只要能亡国，朕不介意昏君，完美。这昏君虽然无耻，但身上的气息竟然让我腿软。难道这就是中原男人的魅力？好险，这蛮族娘们太废物了，看来借刀杀人这招行不通，得换个法子。爱妃，看看这些花，多美啊，像你一样。这种娇滴滴的花，在草原上根本就活不过一天，就像你们大前的男人一样。活不过一天，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朕。小德子，哎，去把那最贵的几盆花给朕拔了，给爱妃编一个花环。啊，陛下，那可是西域进贡的7色牡丹呐，一株万金呐。万金又如何？只要爱妃喜欢，烧了都行。快去！哎，是。哎，一株万金，你就这么摘了？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只有美人一笑才值千金。只要你喜欢，朕把这御花园铲平了都行。这个昏君虽然败家，但他对我好像还挺不错的。难道他真的喜欢上我了？不行不行不行，阿史那云，你绝对不能被这么点小伎俩给收买了，你可是来刺杀他的呀！可是这些花真的好漂亮，我不管了。感动了吧？沦陷了吧？等你习惯了我大前的奢靡，再把你送回草原，你一定吃不了那份苦，你就会哭着闹着要回来。你爹看到了你这副德行，一定会觉得我大前是洪水猛兽，必须要派兵铲除。到时候，使者大人，昨晚那一剑差点要了本王的性命。误会，公主失手，王爷莫怪啊。王爷，咱们来谈谈正事吧。大汗说了，只要王爷能帮我们救出公主，并且能割让边境13城，我们就支持你登上帝位。哼，你们的胃口不小啊。不过，只要我坐上这个位置，原本许诺你们的13城，本王绝不食言。现在这个昏君把公主看得死死的，而且林建成这个老东西还手握兵权，我们实在是不好动手啊。那依王爷的意思，既然不能硬拼，咱们就玩阴的。这昏君不是喜欢玩吗？过几天就是他的寿诞，咱们在他的寿宴上送他一份大礼。什么大礼？我在宫中安插了人手，到时候只要他死得不明不白，我到时候就可以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，咱们里应外合，这大前的江山到时候就是我们的了。哎呀，好，王爷真是英明啊！那咱们一言为定。臣林建成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凭什么？陛下，臣这场差事办得怎么样？您不知道，就那个陈国呀，那卖的是相当的火呀！那蛮族为了他都打破头了。哦，还有那个软猬甲，那一件臣就卖1000只羊。这次臣给国库赚回了金山银山呐！
你还有脸说转？啊？不是，陛下，这立功了，那国库都装不下了。立功啊！我看你是立了一口大锅啊！这样你把神纲卖给蛮族是为了什么？那不是为了，为了让他们骄傲自满啊！为了让他们玩物丧志。你可倒好，还把他们的战马和牛羊换回来了。陛下，这样不好吗？你看，削弱了蛮族的财力呀！好个屁！他们没了战马，他们拿什么打仗啊？他们不打仗，那真的那些防御工事岂不是白修了？你这是破坏朕的战略部署。陛下，这以为你想兵不血刃呢。还有你是不是以为你昨天晚上的醉酒护驾很神勇啊？你那个破锅那么一撞飞的不仅是人家的一把剑，还有朕的桃花。你知不知道，那个时候朕正想跟那个蛮族的公主进行深入的文化交流，你这么一钻可倒好，把人家所有的行程全都讲明了。陛下，其实那口锅是臣特意留给您的。我在意的是一口锅吗？我在意的是面子，是威严。你看看你昨天那个样子，醉醺醺的，像个酒鬼一样，那是一个当朝首相该有的样子吗？你这是在给朕的脸上抹黑呀！陛下息怒啊！臣知罪了，臣再也不敢了。行了，看在你一片忠心的份上，这次就算了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你给我滚回家，面壁思过半天，好好反省一下你的行为。骂也骂了，罚也罚了，求你了，能不能收敛一点，别再搞那么多幺蛾子了。给我好好做一个奸臣，朕就想安安静静的亡个国，怎么就那么难呢？啊！谢陛下隆恩，臣定深刻反省，痛改前非。陛下，这是在敲打我。我这次赚了这么多钱，在国宴上我还出尽了风头，这可是功高震主的大忌呀！陛下当众骂我，却其实是在保护我。这么一来，我就不会成为众矢之的了。陛下，你为了微臣，真是用心良苦啊！陛下，嘿嘿，诸位大人，来往这看，往这瞧啊！这就是陈副板陈大人的杰作了。这只鸡它不会飞，可是它会跑啊！它还会叫。最重要的是它特别的贵，造这么一只鸡啊，50万两！哇，国丈大手笔，此乃祥瑞啊！好鸡呀，这才是朕想要的东西。这50万两花得值。来人，上灵太师。昏君，你死期到了，赶紧给我上！不守刺客，不守刺客！陛下，快跑啊！阿叔，朕怎么把你给忘了？你果然没让朕失望，造反好，造反妙！朕之前真是瞎了眼，竟然忽略了巴叔这个蒙尘明珠。巴叔啊，巴叔，满朝文武都在演我，只有你是真心想高管大钱。只要你今天把这金銮殿血洗了，这国运还不跌到姥姥家去？这昏君是不是吓傻了？怎么还在笑？别管朕，去杀那些大臣，去抢那些黄金，把这皇宫给朕砸了，烧了，让这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！疯子皇帝，我杀了你！疯子皇帝，我杀了你！朕的头现在这么硬吗？这昏君竟然是个绝世高手，这内力外放，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不是个昏君吗？怎么会有如此之深的内力？难道他一直在藏拙？如果杀了他，大前必乱，傅寒的大军就能长驱直入。可是他这么强，我能杀得了他吗？哎呦，一起烧多了他！
哇，这鸡神了呀！居然，这个鸡刀枪不入。快跑！妖术，绝对是妖术！这他妈也可以？朕的亡国大业就被一只鸡给毁了！林建成，你他妈是不是故意的？专门克朕是吧？大家技术未尽，有得请山寨，不怕没柴烧，撤！快撤啊！想跑？没这么容易！你承诺我的13座城池还没给。公主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跟我谈城池？我要是死了，你们满族也不好过。鸡，别过来啊！哎呀！我去，好狠毒的手段，居然用鸡！绑了，都绑了吧。朕累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八叔啊，八叔，你可是朕最后的希望，你怎么连只鸡都打不过？给你机会你又不重用，太让朕失望了。面对叛乱，他竟然如此镇定，甚至连手都没有动，就用一只机关兽平定了局势。这等手段，这等心计，简直深不可测。大前皇帝不可立地。陛下神威，阿史那云服了。从今日起，我就是您的女人，谁敢动您，我就杀谁，就连我的父孩也不可以。你也服了？你不是来刺杀我的吗？你的骨气呢？你的野心呢？你的……在绝对实力面前，野心就是找死。陛下，您赢了。平定内乱，国泰民安，大钱国运加5000，蛮族公主归心，边境稳固，大钱国运加8000，宿主威望震慑四海，万国来朝，大钱国运加1万，当今国运149399。恭喜宿主，您的成仙之路虽然遥遥无期，但大钱帝国已经无敌了。赢了，朕又赢了！为什么输一次怎么那么难啊？八叔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朕对你寄予厚望，没想到你这么不争气。文君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本王虽然败了，但本王的秦王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了。我用13座城池换来蛮族的精锐，足10万铁骑，现在已经把京城给包围了。10万铁骑，完了，京城守军不足3万呀！10万，我的妈呀！陛下，咱们赶紧逃吧！跑什么跑？10万铁骑，八叔，你还有这一手？我就知道八叔不会让我失望的。10万铁骑围城，这下总该亡国了吧？成仙有望，成仙有望啊！传朕旨意，打开城门，朕要亲自去劝降他们。陛下，不可啊！一旦城门打开，蛮族铁骑长驱直入，我们大钱就完了呀！陛下，是啊，陛下，少废话！朕意已决，谁要是敢阻拦，朕就先砍了谁。走，去城楼。陛下！大前皇帝，快投降，否则我们杀进城去，鸡犬不留！杀！好有气势，这才是朕想要的对手。快，把朕的白旗拿来，朕要投降。投降？那可是懦夫的行为。我阿史那云的男人只能战死，不能投降。他们谁敢动你，就先握我手里的刀。战什么死？就你那3脚猫的功夫，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呢。听朕的，投降！只有投降才能保命。哎，陛下，你看他们手里这兵器好眼熟啊！眼熟啊？那不就是刀吗？你看这光泽，这质感。他们是用咱们卖给他们的神锅熔炼的兵器。
好人，看见了吗？这是你们卖给我们的神铁。现在我们用你们的神铁砍下你们的脑袋。神锅，这玩意儿不是用来炒菜的吗？还真能打仗啊！漂亮！陈富白那小子造的铁锅那么硬，如果真的做成兵器，那真的这些守军岂不是要被切菜了？太好了，这下亡国更稳了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，给我冲！杀进京城，抢钱抢粮抢女人！来了来了，看看多么壮观的场面呐！快快快，把城门打开，欢迎他们进来！陛下不能开呀，开了咱们全完了呀！你给我起开！朕这叫诱敌深入，你懂个屁呀！这帮蠢货，他们居然真用神锅来练兵器！陛下放心吧，咱们营救了。神锅不能造兵器吗？陛下，你有所不知，这陈富白给蛮族造锅呀，他为了增强硬度，在里面添加了一种特殊的矿石粉。哎，这个神砖它虽然硬，但是它特别的脆呀。做锅是没问题，可是做了兵器，一遇见咱们大前真正的神兵，那是一碰就碎呀！一碰就碎。哎，对啦。哎，你看，碎了，碎了，都碎了！走，我的刀断了，我的刀也断了。哎，这是什么神器？跑！哎，杀了他们，杀了他！大钱，为了陛下，给我杀！赢了！碎了，全都碎了，这也行？陈富白，你他妈真是个天才啊！完了啊，彻底完了！10万大军就这么没了，真的亡国吗？碎了一地呀！大前军队装备神兵利器以少胜多，全歼敌军。大前国运暴涨2万点，当前国运169399。警告：宿主威望已达到战神级别，蛮族大汗已被吓破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输了，本王输了。哼，昏君，你赢了。你这招卖国资敌，实则釜底抽薪，本王输得心服口服。八叔，你听朕解释，朕真的只是想资敌而已。够了，成王败寇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但是不要把我当傻子，用这种卑劣的借口来羞辱我。你这招扮猪吃老虎，用的炉火纯青的。但你不要忘了，大前有你这样的昏君是百姓之福，却是我们宗室之祸。昏君！哎，八叔，你死了我找谁造反去？你别！陛下，大喜啊！奴才刚刚搜了八王爷的家，搜出了黄金100万两，白银1000万两啊！这国库又要饱了。别说了，不行，朕心疼。陛下，经此一役，蛮族元气大伤，而且他们已经向我们递交了降书，并尊陛下为天可汗，以后年年来贡，岁岁来朝啊！我大秦的疆域已经拓展到北海之滨了。陛下，臣又有新发明了，这次是能潜水的铁运，只要给臣500万两。陛下，您怎么哭了？是太高兴了吗？真太高兴了，高兴的想死。恭喜宿主平定内乱，拓土开疆，国富民强，万国来朝。大千国运值已突破天际，达到不可估量。飞升通道因能量过载而永久关闭，宿主已达成终极成就，千古一帝。请宿主在这个世界继续发光发热，享受这漫长而枯燥的圣经生涯吧。
永久关闭。朕再这样做到死啊！陛下圣明，千古一帝呀！万岁！